票辯論杯中學組，今日嘅比賽同係正賽嘅第一回合，辯題為港府應取消賽馬博彩活動。分鐘發言時間，附件則有3分鐘發言時間，發言時間完前30秒會1丁，完結時會有2丁，15秒時間過後則有3丁。雙方主辯題結束之後，會進入高中單挑環節，亦即同自由辯論一樣，只可以派出一位高中辯員，雙方各有1分30秒，完結前30秒1丁。雙方議會發言完畢後，會進入初中自由辯論，提醒雙方所有初中辯員必須喺呢個環節發言。如果有發現初中辯員未曾發言，評判需要喺分子扣總分求15分，雙方各有2分鐘，完結前30秒1丁。想問下新聞問題，係評判處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有冇先嚟嘅指示？主席、現場嘅各位大家好，香港賽馬源於1884年英國統治時引入賽馬，係屬於英國貴族嘅生活社交方式。去到1918年，跑馬地發生大火，加上工人罷工，令殖民政府急需穩固統治權威，於是開放華人賽馬博彩。正如著名作家兼香港馬評人李爾先嘅著作《香港賽馬話後》所言，賽馬活動需要一個安穩嘅社會環境，係英國管治香港嘅懷柔政策之一。英國人習慣將賽馬活動帶到殖民地，作為華人政策管治當地人，例如賽馬會使用類似貴族階級嘅會員制度，禁止華人擁有會籍，同時擁有會籍嘅人都係社會精英。透過賽馬運動向大眾展示聲望地位與財力，穩固人人喺殖民地嘅地位。同時，英國人同當地人一同參與賭博賭馬，營造氣氛令老百姓對殖民者嘅管制多咗一份認同感。因此，賽馬文化中充滿香港地殖民嘅文化底蘊。同時，香港回歸後到而家不斷推行引佢殖化，下至技術用油桶由以往代表英國皇室同埋女王嘅紅色，改變成為白綠色嘅風料，上至2024年港府提出成文化條例草案，將法例嘅女王陛下、總督改為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等，可見香港不斷取代以往殖民地落下嘅痕跡。近年，香港賽馬亦都開始逐漸衰落。參考數據，2024年本港賽馬入場人數較1997年回歸時跌近50%。正如香港理工大學陳和信博士所言，近年賽馬漸趨老化，年輕一代覺得跑馬趣味性低，賭局都越嚟越少。所以，當賽馬逐漸式微，而香港亦都需要去殖化嘅時候，我方倡議循序漸進地取消香港賽馬以及其博彩活動，用10年時間逐步減少賽馬場次、練馬房數量、投注種類以及會籍制度，並將賽馬國際賽事移到同屬香港賽馬會嘅中國廣州從化馬場舉行。行為辯題就要睇取消賽馬國彩能否幫助香港進入中國發展大局。我方正馬辯題基於以下2點：第一，消除殖民文化，杜絕戀殖禍根。目前香港賽馬依然保留殖民嘅文化，例如賽事上以英女王為榮耀嘅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杯，代表英國紳士服裝嘅時尚高級賽馬日，以及婦女銀海日。再者，賭博籌注嘅方式都係沿用英式賽馬，例如 David Double 嘅多寶獎金、連贏、位置 Q 等投注方式。更甚嘅係，成為馬會會員唔單止要有錢啊，更加要有其他會員推薦先可以加入，而會員更有特權，例如容許
咗115%啦，係對上年係多咗好多㗎。亦唔明白有方我點解會有咁樣啦。而正因為政府知道真正有問題，我哋現時嘅係賭博成癮嘅問題啊嘛，所以授權賽馬會推行有節制嘅博彩措施，滿足到市民對博彩需求嘅同時候，有方我需要論證嘅係取消咗合法嘅賽馬博彩活動之後，市民對於賽馬博彩需求點解會突然間消失呢？而且提出數據證明有方所講嘅利處有幾咁大。反之，今日我方可以睇到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嘅標準，就在於賽馬博彩活動能否推動到本港嘅發展同埋良性嘅社會影響。而我方反對辯題於以下兩大原因：第一，失去咗正規途徑，助長外圍賭博問題。根據25年嘅政府藍籌博彩諮詢文件顯示，如果市民對於某一種嘅賭博有巨大需求嘅時候，係會用甚至係會用到非法途徑去參與賭博嘅時候，政府就唔能夠單靠禁止去解決問題，反而係要透過賭博合法化去進行規管。所以面對住以往足球博彩外圍賭博問題嚴重嘅時候，政府喺03年嘅時候就已經實施咗足球博彩合法化。難怪和平基金對於香港人參與賭博情況研究嘅報導都指出，過去一年曾經參加外圍賭波嘅人數由05年嘅1.6%下降至16年嘅0.1%，相差15倍㗎。而賽馬博彩情況亦都一樣，取之於賽馬賭博就會令到市民轉去外圍啊嘛，觀看海外嘅賽馬，但由於現時外圍嘅賠率高，玩法更加多元，更加刺激，甚至會主動借錢俾市民去賭喎，就正係會加劇咗賭博成癮嘅問題。相反，賽馬會推行節制嘅博彩，嚟降低賠率，亦都唔提供貸款嘅投注，同時係配合到政府打擊外圍賭博嘅時候，有方作為政府需要論證係冇咗合法嘅賽馬賭博途徑之後，必然唔會加劇外圍賭博嘅問題呢。第二，影響公益活動，取消得不償失。賽馬會每一年會投入70%以上嘅博彩收入回饋翻香港嘅社會，例如2025年已經投放咗400億，用作交付博彩稅同埋利得機構捐款資助本地嘅機構一啲嘅用途，亦都捐款過俾本港8間嘅資助大學同埋多間私立大學同專上院校，協助興建校舍同埋學生宿舍。唔少嘅學生亦都係曾經喺校內嘅賽馬會大樓上學同埋住宿，名副其實嘅用馬會住馬會。我方見到賭博作為市民嘅娛樂活動根本係冇辦法杜絕嘅，而取消咗賽馬會嘅賽馬博彩，反而係會令到市民投身係非法賭博喎，資金咧就淨係會白白流入到非法集團手上。想問有方啦，覺得市民用嚟賭博嘅錢，究竟係回饋翻我哋市民？好似有方同我第二個點所講嘅，用嚟投放喺資源好一啲，定還是係流入非法集團好一啲呢？而我上述所講嘅項目，如果冇賽馬會嘅資助，又要點樣繼續運行呢？最後想問有方同學，覺得外圍賭博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係嘅時候，取消咗賽馬博彩，係反而會加劇咗外圍賭博問題嘅時候，有方同學又要點樣處理呢？多謝各位。舉辯發言時間為3分13秒，冇超時需扣分。而家進入高中單挑環節，請雙方各自派出1名高中辯員。正方佢有就發言就咁頭先有班主任同學啦，就話我哋賽馬嘅文化只係有豐富嘅香港歷史啦，咁即係你唔承認佢有啲殖民歷史啦。但係我哋想同你哋講咧，其實我哋嘅會員制度啊，同埋好多馬會嘅賽制都係較濃厚嘅殖民色彩喎。點解你覺得冇咧？砵甸乍街大運中都係同樣都係嗰陣殖民時期嘅產物嚟嘅，咁係咪應該全部以前？咁佢砵甸乍街或者嗰個中文啦，係英國文化並非殖民文化，而且佢係所有我哋不應取消啦。同埋我哋嘅會員係會令到我哋還成為咗二等公民咁啦，因為只有英國人只有洋人可以成為會員啊。咁你點睇？有方同學，你有冇睇清楚資料㗎？殖民文化咪就係英國殖民香港時候嘅產物嚟㗎。咁再問多你一次，砵甸乍街大運中呢啲係咪應該全部都唔建設啊？係啊，我哋砵甸乍街應該改名改做遊行街好唔好啊？呢個係你講嘅喎，因為你話應該要消除呢啲殖民文化啊嘛。咁再問你，我哋而家係咪唔應該大批牌，因為都係外國傳入嚟㗎？咁大批牌係一個全球化嘅嘢，根本冇可比性喎。有方同學，嗱我哋再問翻你啦。頭先有方同學就話啦，賽馬帶嚟咗好多嘅旅客啦，但係點解入場人數會由13年嘅200萬跌到去170萬啊？咩？賽
香港係一個英式殖民文化，因為佢會員制度。但係其他地方同樣都有賽馬博彩呢一個活動㗎，咁唔係全球化咩？佢係為咗統治華人同埋即友方同埋論證翻其他地區嘅用嘅係英式嘅賽馬。所以我方見到國際化嘅賽馬活動可以吸引到內地嘅遊客入嚟啊嘛，咁啊人數上點解你份資料係幾時？我份資料係上年㗎，有方同學你有冇聽清楚？我哋已經係講由200萬去到170萬喎。有方同學你作為政方，你有冇講取消咗賽馬博彩，即係你實際上帶啲乜嘢好處啊？咪可以去直化同埋更加融入我哋大灣區發展，融入祖國咯。點樣融入？咁我想問下咧，即係而家香港有乜嘢係咪全部關於英式嘅或者其他日式嘅文化都唔應該進行？係啊，我哋可以逐步取締。咁一國兩制用應唔應該？一國兩制係應該存在啊！我哋就係要殖民文化係來自英國嘅文化，我哋一國兩制就係為咗令香港更加融入大灣區，所以我哋先有呢個方案啦。咁你一邊想融入大灣區，一邊想融入祖國，但係一邊話我哋應該做一國兩制咁。點有方區一國兩制同我哋跟隨英國英殖文化冇衝突㗎。我哋全國政協委員會都講過啦，我哋香港係應該去直而所以先融入到大灣區嘛。所以今日已經知道有方同學就係所以今日已經知道有方同學就係一邊認為一國兩制要繼續做，但一邊又想我哋更加融入祖國。咁點解唔直接唔做一國兩制，咁咪可以更加融入到咯？但唔緊要，問翻有方同學，你有乜嘢實質上嘅例子可以同我講？可以同我方講到取消咗之後係有真正帶嚟嘅好處係乜嘢咧？正方嘅提示間已經用咗，反方掌法今日已經知道咗啦，有方同學咧就不斷有同我講話人數下，但我方見到明明旅遊業係更加去吸引到內地人嘅時候，點解唔係上升緊嘅人數？再者佢今日根本就唔需要宣傳。反方嘅提示咗。翻一倍提示有3分鐘，咁你可能唔可以。主席、評會、在座各位大家好啦。今日首先我哋清翻個概念先，英式文化即係英文，而英式色彩咧係英國殖民香港時候留低嘅。而回應翻啱啱單超反方嘅回答啦，咁點解入場人數由13年嘅200萬跌到去23年嘅170萬咧？而且如果旅遊業比我方提出嘅去殖文化等原則更加重要嘅話，香港係咪應該好似泰國咁開放大陸，或者有搞殖民經濟咧，用殖民文化去吸引顧客咧？第二，有方今日好強調逼問我方對賭博嘅立場，我方對賭博嘅立場係開宗明義好簡單，大家賭博係完全冇問題，所以我方係贊成取消賽馬博彩。重點係賽馬運動嘅賭博本身就含富有殖民文化色彩啦。有方同學啱啱單啲都話係嘅時候啦。咁而今日香港嘅背景，大家都做緊唔同嘅去殖文化工作，包括2024年修訂成文化嘅規定。我哋一方面去殖嘅時候，一方面又突然間保留英式賽馬呢一種充滿殖民文化色彩嘅東西咧，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而有方同學啱啱話取消賽馬博彩咧，就會令更多人去賭外圍啦。但係我方嘅方案，我方主編其實已經講過方案就係循序漸進，用10年嘅時間慢慢減少比賽嘅場次同埋馬匹數量，等班馬民慢慢習慣冇得賭。而有方就要解釋點解嗰班人會突然間走去賭外圍。更甚嘅係而家開放賭馬嘅時候，一樣會有班賭客因為外圍賠率高，又或者馬會冇開盤而去賭外圍。所以立法會嘅數字都話目前每年非法外圍賽馬博彩投注額係500億。想問有方，如果咁驚人賭外圍嘅馬會係咪應該開放埋冇開盤嘅愛爾蘭日本等賽事呢？而有方啱啱講到取消賽馬博彩冇錢做慈善，但係咪真係有方講嘅咁大影響呢？賽馬博彩收入只不過係佔30%，而賽馬會仲有其他收入㗎嘛。近年賽馬會足球博彩收入不斷提高，佔嘅收入比例都多過賽馬賭博好多，所以有方嘅擔心根本唔存在。今日我方唔係唔俾佢哋跑馬，我方而係將賽馬活動擺翻去中國嘅從化馬場度搞，而中國係全面禁賭嘅，所以已經論證咗辯題取消賽馬博彩。但係如果香港天馬想跑得更好、更加維持產業優勢嘅話，就應該從化馬場嗰度跑。在座各位其實因為有方反對唔到要做去殖化，下一步我哋要問點解一定要處理賽馬賭博呢？事實上賽馬回歸之後係社會嘅上流運動，遺留貴族能夠有嘅特質同埋階級制度。如果今日有方你唔處理，就係一種政策嘅倒行逆施。明明政府喺唔同層面上都做緊去殖文化，但係一觸碰到高官權貴
嘅權益，政府就唔敢插手。就好似同性戀一樣，香港有一方面喺唔同層面認同呢班人喺社會嘅存在，但係另一方面又唔容許佢哋有民事言行嘅權利。如果係我哋點樣由社交化市民同性戀係錯誤定係正確呢？所以正如今日英式賽馬賭過一樣，政府一方面保留社會上流社會人士嘅特權，又另一方面去殖化，呢一種嘅施政矛盾又點樣讓市民信服你人生回歸呢？多謝各位。發言時間為3分0秒，無超時需求發言。一號答方一戶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出發嘅同事。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縱觀全場有方同學發下咗以下望點。但係有方同學講話咧，依家賽馬文化咧係英國嘅文化，所以我哋就應該要取消唔做。但係我方明明見到啊，如果取消咗依家合法嘅賽馬博彩，反而啲賭徒就會留喺啲外圍嘅市場啊嘛。所以有方要論證嘅係點解取消咗合法嘅賽馬之後，反而賭徒就唔會去賽馬，唔會去外圍嘅賽馬，影響佢哋嘅金錢收入咧。另外第二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依家英國嘅文化咧係對於香港嚟講好糟糕，我哋應該全部取消晒。但係我方喺高中單挑環節都問咗有方同學好耐，究竟依家好多英國嘅文化，好多外國文化係咪都唔應該整咧？例如我哋見到依家茶餐廳入邊嘅西多士都係有西方文化，係咪都唔應該食咧？咁我覺得好奇怪㗎。所以咁有方同學對於取消殖民文化嘅標準喺邊度咧？甚至去到我方中國嘅領導人鄧小平都有應承過香港喺一國兩制之後馬照跑，舞照跳，但有方同學就應承唔到呢樣嘢啦。所以麻煩有方同學論證翻究竟取消殖民嘅標準喺邊度啦？甚至我方主編取消賽馬博彩，只會令到賭徒嘗試尋求非法途徑繼續賽馬博彩，加劇外圍賭博嘅問題。根據亞洲賽馬聯盟報告顯示，原來參與外圍賭博嘅市民會平均花費1半嘅收入進行賭博，當中有60%半嘅市民都因為外圍賭博而借貸。相反，一啲合法賭博機構投注嘅市民，只有不足1成嘅投注金額係每個月收入嘅1半。原因係外圍賭博玩法多，賠率好，甚至會不斷提供借貸服務，刺激投注人士賭博成病態賭徒。相反，賽馬會提倡有節制賭博，滿足到市民對於賭博嘅需求同時，亦都可以設立到管制措施，例如唔接受客人透過信用卡戶口投注，都唔提供借貸服務，避免有投注失利問題，欠下債權嘅問題。最後，我方主編都問咗有方，賭博禁止不絕，取消合法嘅賽馬博彩之後，反而加劇咗外圍嘅博彩問題。有方同學點解有都冇問題咧？多謝各位。下方發言時間為2分14秒，無超時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辯護，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下繼續嘅事宜。首先想問翻有方同學啦，英國點用西多士統治香港㗎？賽馬係英國喺香港用嚟統治一個懷柔政策，佢帶有濃重嘅英式殖民色彩，所以我哋應該取消。其實有方一直都喺度問校視聽，我哋一直都唔係講緊英式文化或者一國兩制需要整走佢，我哋一直都喺度講緊，我哋係要整走英式殖民文化，係英國統治當時香港嘅手法。咁其實答翻有方頭先係單挑棍嘅問題啦，我哋點解要去殖咧？因為我哋唔希望任何好似2019年社會運動嘅事情再次喺香港，我哋要教育大眾，我哋唔再係英國嘅殖民地，已經回歸咗祖國美麗嘅懷抱。而且頭先有方都話啦，即係取消賽馬博彩就會令嗰單人去到外圍啊嘛，但係我哋方案已經講咗好多次啦，我哋用15年時間慢慢減少比賽場次同埋馬匹數量，咁班馬民就會慢慢咁習慣冇得到，而且而家已經越嚟越少人賭，咁有方要解釋點解喺少人賭嘅情況下，仲會好似你覺得你咁嚴重，咁甚至係啊，就算而家馬會已經開咗好多盤，但係依然都會有人因為外圍嘅賠率更加高，賺得多更多錢而去瘋狂咁賭外圍。咁其實我哋開幾多盤啊，做幾多嘢啊，都會有外圍㗎啦。其實去到最後，今日有方反對辯題，無非都係覺得香港放棄固有嘅賽馬產業優勢好可惜啫。其實將香港賽事北上中國發展先係更加好嘅出路。我方提到將比賽轉移到廣州從化馬場舉行，沙田馬場只係得大概70公頃，而且身處於市中心，空間同環境限制已經達到瓶頸啦。反觀喺從化馬場，佔面佢有150公頃，擁有更加
加寬闊嘅訓練賽道，馬不由自，而且周邊美發展更加可以再擴建。除咗速度為主嘅比賽之外，未來更加可以建立障礙賽或者耐力賽等唔同類型嘅馬術比賽，而且參考中國馬術協會研究，內地賽馬場嘅綜合運營成本只有香港嘅60%。同時就好似主編提到咁，香港去做配種同埋做賽後中心係唔會賺少咗錢㗎，甚至可能會賺更多錢。譬方說英國嘅一匹賽馬啦，1年就因為配種而為自主帶嚟達到12億嘅收入。事實上，香港仲係非洲馬瘟歷史目擊區，擁有2間世界級嘅馬醫院，馬匹受傷死亡率亦都係全球業界最低㗎。所以香港絕對有條件、有能力將中國新疆伊犁馬打入世界，推動全國馬產業鏈嘅經濟。最後想問翻有方同學啦，如果香港未來想發展更加多類型嘅馬術賽事，又點樣可以喺沙田馬場或者快活谷馬場做到呢？多謝大家。正當時預估發言時間為2分50秒，冇超時需扣分。而家請反方辯護，你嘅發言時間由3分鐘，總共60分。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聽有方同學發言晚飯有以下謬誤咧。今日有方同學就話要徹底消除殖民文化，但其實你咁在意文化，睇話殖民時嘅同樣都係香港歷史嘅其一嚟喎，你而家係咪唔承認歷史啊？再者，你係咪要覺得我哋要融入祖國，係咪應該英文應該作為香港嘅第二語言，普通話先至係啊？甚至我哋直接唔好講粵語咧。再者，有方同學今日就話我方嘅西多士咧，你就話佢係統治唔到香港，但我都想問咩賽馬英國係用賽馬嚟統治香港嘅？咁唔係㗎嘛。再者，你喺你嘅立場底下，你咁想融入大灣區、融入祖國，而徹底消除啲殖民文化，消除啲西式嘅一啲文化，你唔應該淨係取消殖民時期留下嘅建築啊、文化嘅嘢食喎，而係應該全部連聖誕節、復活節全部都唔好過先係做，先係最融入。我哋過去亦都放7日10日先係最好喎。第二，今日有方同學就要我幫你解釋點解啲人會去到外圍，但係你作為正方應該要論證翻嘅係你咁樣取消咗之後，點樣令到啲人唔去翻外圍咧？因為我方見到中國政府全面禁止賭博，但澳門賭場有70%嘅來源收都係嚟自於中國。有冇同學了解釋點解中國禁止咗之後，人仍然唔係選擇唔賭，而係去其他外圍地方賭？點解香港唔會咁樣呢？因為而家我方見到係事實上唔係禁止咗賭博，啲市民嘅需求就會慢慢減少，都唔係好似你咁樣講，10年之後啲人就可以冇晒需求、冇晒慾望㗎嘛，而係佢哋會去其他外圍嘅地方賭，會去滿足佢哋嘅需求㗎嘛。所以有方同學如果講單靠禁止所以解決問題，不如有方同學交出數據，點樣取消賭博之後，啲人就會等於冇晒賭博慾望，確保佢哋唔會去外圍賭到呢？誠如我方主編所講，賽馬會賺到嘅錢會透過捐款俾唔同嘅大學院校，起更加多嘅校舍設施。除咗大學之外，賽馬會為咗協助中學生生涯規劃同學校合作，策劃同埋捐助賽馬會鼓掌創里程計劃，幫助香港青少年生涯發展。又例如支持營地優化，包括烏溪沙青年新村、香港小童協會百好利等，提升戶外學習成效，促進全面身心發展。唔單止喺學習上有幫助，賽馬會捐助同策劃軌跡發展經理，為18歲以下經歷喪親而面對成長挑戰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提供喪親支援服務，制定個人化成長發展計劃，並提供長達5年每月最高2000蚊港元嘅資助。計劃預計將惠及1000名經歷喪親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既然有方同學提出要取消賽馬賭博，咁有方同學覺得上述所有嘅服務係咪應該全部停辦？如果俾翻政府去做，講緊賽馬會每年收入頭幾百億嘅時候，政府財政又點樣做呢？你所講嘅呢啲賽馬唔搞係去社會嘅，係咪真係對比起賽馬會每年頭幾百億人點樣去對比呢？再想問翻有方同學，你覺得市民而家用嚟賭博嘅錢係回饋翻市民自己好啊，定係你覺得完全慢慢遞減之後，佢哋去外圍賭博更加好呢？上述提及嘅項目冇錯啊，賽馬會資助點樣繼續進行呢？反方辯護發言時間為3分0秒，冇超時需扣分。而家進入初中辯論環節，正方同學準備可以同我頭先有方又話賽馬唔係管治香港一個方法，但其實我
有方同學認為去殖化咁重要，咁係咪而家香港好多以前英國人命名嘅道路應該都全部改晒名，甚至所有嘅去殖化文化點解取消晒咧？學方都講過啦，我哋係要去殖呢個英式嘅色彩，你咁啲道路名改咗冇問題啊，都唔會影響我哋日常生活。但係而呢個英國文化就好似英文嗰啲改，係會影響生活嘛，所以我哋淨係要改翻英式嘅色彩嘅嘢。咁樣我啱先二副都有講到啦，既然你講到我哋要去除晒啲殖民，係咪依家英文都唔應該作為第二語言啦？應該要普通話先係啊嘛。若方華我方已經講過咧，英文係全球化嘅一個體驗啦。咁喺香港度用英文咧，咁唔係更加令到香港係作為一個全球化嘅國家嘅一個體驗咩？咁若方同學啦，我再問你啦，你覺得而家去將呢個香港跑嘅賽事去從化馬場係咪更加好咧？唔明喎，有方同學，你見到依家賽馬活動喺日本、澳洲呢隻國家等等都有做啊，係一個國際化活動嚟嘅喎。點解有方同學認為係一個英國特有嘅殖民文化咧？因為當時都係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呢個賽馬係由英式國嘅統治香港場引入嚟㗎嘛。而我哋點解要移去從化馬場，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嗰邊嘅場地唔足夠嘛，從化馬場有更加多嘅場地可以俾我哋發展賽馬更加好嘛。咁現時係咪講緊依家香港所有國際化嘅活動都唔好啊？我哋唔係講緊國際化，我哋係講緊英式殖民文化，但係英式殖民色彩嘅嘢先要去消除，並唔係全球化、國際化係其他國家帶嚟嘅嘢要消除。再問翻有方同學啦，你哋同唔同意將香港賽馬移到去從化馬場跑有更加好嘅設施會更加好咧？有方同學承唔承認賽馬活動係一個全球化嘅活動嚟㗎？港式賽馬嘅文化體驗其實係就係包含咗英式殖民文化，並唔係全球化嘅體驗。有方同學話要將賽馬活動移去從化馬場，咁咪自相矛盾咯。有方同學認為賽馬應唔應該整一啲嘅殖民文化？賽馬文化其實我哋就係講緊佢嘅賭博方式同埋投注嘅種類，同埋我哋而家英式嘅賽馬，即係我哋講香港嘅英式賽馬，的確係有殖民文化嘅背景，但係文化會隨住時間同我哋經驗。正確嘅發言時間已經用上，下方一分為秒，可以睇出一位嘅都係邊嘅。所以今日有方同學答咗我哋全場啦，就同我哋講話應該取消晒所有英式嘅殖民文化。但係方同學今日答咗我哋咁耐，始終都冇提出過我哋取消英式殖民文化個標準究竟喺邊咧？今日有方同學講話，我哋係咪應該取消？我哋係咪應該取消晒所有英文取消晒英文佢？有方同學又話要取消，但係又一邊話又要移除晒所有嘅殖民文化佢。我方可以今日同你講啊，我哋今日香港有好多嘅英式文化，我哋話我哋嘅西多士啊，我哋有好多嘅節日啊，例如聖誕節啊、復活節啊，全部都係其他國家嘅文化嚟㗎。咁我哋呢啲所有嘅節日文化都應該取消啊。咁我哋而家現今香港有咁多嘢都係由英國由英式文化傳出嚟嘅，全部都一刀切啊！多謝各位。啱先我方結片都有講到啦，而家我哋殖民地係咪應該一刀切晒最好？反之，我方見到今日就係因為取消咗賽馬國賽活動，出現咗香港以前好似足球未取消之前一啲嘅外圍問題啊嘛，有乜嘢解決啊？下方嘅發言時間都已經用上。準備環節。然後而家有選擇，仍然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先睇睇時候先知。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同學全場發言，發現有方同學今日嘅身份好奇怪㗎。今日有方同學作為一個詭辯家，不斷要求我哋去論證緊點保持賽馬國賽嘅好處。但我想問翻有方同學啊，今日咧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話，應該除咗所有嘅英式殖民文化，但係有方同學全場就同我哋我方唔理解啊。我哋又可以提出嘅係，鄧小平曾經都有同我哋講過一國兩制，中國嘅一國兩制50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咁點解有方同學今日會認為取消晒所有英式文化？咁係咪鄧小平主席嘅呢個懷疑係錯嘅咧？第二日，有方同學今日就同我哋講，就同我哋講話，
英式文化就應該係全部禁止晒佢嘅，但係有方同學從來冇俾個標準我哋，個標準完全錯晒，咁同我哋根本冇俾個任何標準我哋，就同我哋講話，單純就純粹係所有嘅英式文化就已經係啱㗎啦。咁我想問翻有方同學，請問我哋香港係咪應該一刀切晒所有嘅英式文化，包括所有嘅西多士、所有嘅節日、聖誕節、復活節，任何關於英式文化節，全部都一刀切晒佢，一刀切晒先有分流嘅理想狀態咧？今日我方作為一個正路嘅辯論員，我方今日唔單止論證俾有方更完整，因為我方都知道啊，現今嘅情況下係唔應該退出，就係所有嘅英式文化全部一刀切晒，全部一刀切晒佢。我哋而家就係應該去針對保留英式文化嘅狀態下，更容易令到香港賽馬播出嘅情況更加好。而今日我哋就好似賭波咁，我哋可以透過去賽馬博彩去防止啲人去賭外圍，以外圍嘅投注係無上，而多圍投注無上限㗎，賠率更高，所以就更加唔應該去俾佢哋繼續去外圍賭波。更重要嘅係，你好多人全場都冇答過我哋，賽馬會而家資助緊嘅項目係如果冇咗賽馬會資助，咁仲要點樣運行落去咧？所以我哋賽馬會所經營嘅慈善項目全部都取消晒咧。而我方亦都有提過啊，如果全部取消晒嘅話，咁我哋而家香港嗰啲慈善項目400幾億嘅財力開支，政府又要點樣搞咧？而家我有方作為正方，必須要論證一刀切。我哋今日冇咗賽馬博彩之後，上述服務又點樣處理咧？係咪全部暫停晒佢就係最好咧？其實今日我哋雙方都希望係香港人都希望我哋香港係唔好沉迷賭博。但好可惜嘅係有班同學今日腳偏離咗個議題，就同我哋講話英式殖文化係英式文化應該全部一刀切晒佢，咁樣就係對香港嘅利益最大好處。但係我哋今日同有班同學講咗咁多標準，更多其他嘅壞處，有班同學都置之不理，亦都對市民冇一個更加好嘅保障。而今日我哋所講嘅賽馬會嘅賽馬博彩就係對於今日辯題賽馬博彩嗰種理應嘅成日多謝各位。馬方協議發言時間為3分1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請正方協議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去計時。我方協議已經答咗有方同我哋講嘅嗰個慈善機構嘅嗰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唔再答啦。咁其實有方你哋就係咁問我哋啦，咩建築名啊，嗰啲建築物嘅名啊，都係同樣係英式殖民，即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嗰陣帶入嚟，我使唔使改咧？但我方今日全場唔係就係講到名係英國帶入嚟，而係講緊呢樣嘢嘅背後係帶有英國嘅殖民色彩。好啦，咁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咧，賽馬博彩係有幾好玩啦，係係有幾好嘅娛樂性啦，但係呢樣嘢嘅背後究竟係用咗幾多中國人民嘅血同埋淚去撐起咧？最尾大家好啊！喺18世紀嗰陣時候，法國聯軍就侵略中國啦。就喺1861年嗰陣時候，英國人喺武漢建立最早嘅賽馬場，就係呢個西昌賽馬場啦。就從此就將賽馬引入中國。民國初年咧，就由於社會動盪啦，到中國嘅富商地主都一齊攞入租界喎，係咁吹捧一啲英式嘅生活方式啦。咁所以就搞到賭馬嘅風氣咧，就日益猖狂喎。咁政府者就透過咗舉辦賽馬啦，係咁出售嗰啲門票啦，係咁搜刮我哋中國人民嘅錢財喎。又用自己賺翻嚟嘅錢咧去擴張佢哋嘅租界啦。咁所以賽馬其實無非都係一種英國為咗剝奪我哋中國人民去鞏固我哋自己殖民嘅統治嘅一個工具嘅。咁所以嚟到結辯咧，我哋不妨用3個字眼歸納雙方分歧啦。咁首先第一，賽馬嘅本質係咩咧？我方其實今日已經不斷咁強調咗啦，賽馬係英殖時期英國為咗統治我哋香港嘅政治手段啦，遺留咗強烈嘅殖民色彩，無論係製造氣氛令華人同埋洋人都同聲同氣。但係賽馬會嘅會員制度其實係凸顯佢哋洋人嘅權力階級，有方哋今日通通都反對唔到。咁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只能成場都喺度東拉西扯，話西多士呢個殖民文化係咪應該取消咧？其實我方前面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只要有殖民色彩，我哋所有嘢都可以逐步取締。但我方都唔係盲目咁樣去反對呢個英國嘅文化，咁所以麻煩有方今日要分清楚
楚咩係英國文化同埋英國嘅殖民色彩先。而有方頭先所講嘅西多士咧，係英國文化嘅神自然就係消除啦。甚至於韓國去日本殖民晒近年嚟，香港社會都不斷咁退殖啦。咁喺硬幣上由用洋紫荊去取替英女王啦，又用中式步操去取替英式步操啦。咁當香港已經回歸咗祖國28年嘅時候，一步一步咁樣去殖文化，先係令人心回歸嘅重點啦。咁有方就同我哋講話，就算取消咗博彩，香港人都係會轉咗去賭博，就令到外圍問題更加嚴重啦。因為前場其實已經問咗你有方同你哋㗎啦。而家有賭馬都大把人賭外圍馬啦，有方你哋頭先都認識嘅，因為佢哋賠率高嘛，咁點算好咧？就算我哋取消同唔取消咗嘅話，佢個賠率因為個賠率高咁，所以都係會有人去賭嘅。咁所以有方你今日就係斬腳趾避沙蟲，去忽略我哋香港嘅現況啦。更甚嘅係有方同你哋今日成場都解釋唔到點解喺我方嘅方案之下，循序漸進去收緊政策係會令到更多人去賭咯。我哋就係而家有我哋我方主編其實都提及到馬迷努力化咧，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到有得揀嘅一個好時機嘅時候，就應該希望將賭馬逐步升為就係死灰復燃，係一個去殖民化嘅好時機。咁雖然係一國兩制之下啦，鄧小平先生都承諾過馬照跑，舞照跳，但我方唔係唔俾大家跑馬，而係移師到去中國從化馬場度跑馬啦。咁就正如香港由港人治港強調愛國者治港，未來大家都可以跑馬，但係跑具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馬，去產出一啲英式賭博賽事嘅一啲方法、會員制度等等嘅殖民色彩之後，咁大家如果你哋想睇馬嘅話，都可以照樣搭高鐵翻大陸度睇馬嘅。咁呢啲都係有方法對唔到嘅嘢啦。第三，港府嘅核心係咩咧？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嚟咧，咁佢哋政府就決定全面叫停賭馬啦，就將舊社會剝削人民財富嘅賽馬場改成公園啦。呢、這個就係冇學解放嘅前身啦。咁所以我哋今日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咁所以一樣可以維持到我哋現有嘅優勢啦。咁所以我方希望